大家平安。现在是咱参加金时代乐咱的上帝。咱第一首要唱的诗歌是：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咱大家来吟这条诗歌，咱连续来唱两遍。第一首请来叫我们咱的预备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 你。
咱要亲像做啥物？伊是咱的献诗412首，伊讲得真好。我爱儿子的款式，你要儿子什么种的款式？而且甲咱教是，儿子无快什么生气，你有快生气，咱的儿子无快生气。再来，伊无极端，老明明，咱的人民人。再来，爱常常温柔，安那谦卑，爱出力，行好事。本求主，咱会当拿亲像伊，咱是一家伙，有人的一家伙是真和谐，总是有人一家伙是内底是充满着叛斗，充满着纷争。总是咱这个大家庭要和谐，就爱咱每一个人哪来哪亲像耶稣，每一个人哪来哪看无家己，凡事看耶稣做第一。来，搁三个来念这诗歌，哪来哪亲像耶稣，让咱变好这个大家庭，就是一个充满和谐的大家庭。那亲像耶稣，那亲像耶稣，我的爱，那亲像伊，一切的路程，你的高天地，我的爱，那亲像主，那亲像耶稣，那亲像耶稣，我的爱，那亲像伊，一切的路程，你的高天地，我的爱，那亲像主。是啊，我意爱那亲像主，总是你有咱保罗所讲的，好啊，安那，我会做人，好啊，我会做人，我总爱意爱亲像主，总是我安那做人。所以咱来恳求咱的慈悲来保守咱的心，因为圣经告诉咱，咱就爱保守咱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拢是对你的心发起。咱来念这条诗歌，恳求慈悲保守咱的心，互咱会当清洁心，常常踮伫伊的内底。咱袂当真正来敬拜伊。若毋是是一家庭了，咱无可能成做伊的囝儿。不管今仔日你甲我心中的朋友，你几岁，你是查某的，你是查某的，上帝伫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伊美好的旨意，只要咱顺探伊，上帝袂成全咱一生的我课。来，再来接着是我天父我感谢。